4月25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有觸覺、好敏鋭、好有感受力嘅人，好多時好多靈感啊！你亦都好識得展現你嘅才華同埋你嘅諗法，做所有嘢追求完美，比較我行我素。你亦都唔會同人哋比較嘅，有少少藝術家嘅氣質。你對一啲好唔清晰、好敷衍、好隨便嘅人呢，感到反感嘅。感情方面，因為你個人好有神秘感，有你獨特嘅吸引力，好吸引異性，但係你嘅防備心好重，你唔講一啲真心嘅説話。玩玩下搞曖昧嗰啲咧就唔太啱你噶啦，你比較冷漠少少嘅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有你自己嘅領土，冇人可以踏足你自己嘅領域嘅。而性嗰方面咧，我諗你對性咧冇乜好特別大嘅感覺或者係興奮度嘅，你着重精神層面上面嘅交流。如果對方咧可以接受你嘅脆弱啦，你嘅敏感嘅話咧，咁就會好啲，就會合拍啲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因為追求完美嘅態度啊，你似一個 one man band， 你唔會為錢而做嘢，但係亦都係因為呢一種嘅特質咧，會影響你財運同埋收入嘅。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其實你可以嘗試下探索多啲非物質世界呢個領域嘅，因為你嘅靈感力、你嘅敏鋭度好高啊！喺身心靈啊、靈性呢一啲精神層面嘅方向咧，可能反而會揾到你生命上面嘅答案嘅。只要你打破你嘅恐懼，唔好過分沉迷於喺自己嘅世界入邊嘅話咧，反而喺呢一個生命裏邊可以揾到多一啲自己嘅答案，了解自己多啲，了解呢個世界多啲㗎。